感谢你用你的听引带阮，通伫主日的早起时，过来到你的面前参加主祭，做伙来亲近你，做伙来敬拜你。主，我们恳求你，即时信心甲阮参加伫地，互阮有安静的心，互阮有拍开的耳孔，通明白你的话，也开来将你的话行出来。主，阮将阮今日的礼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也特别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真主来引带带领束缚伫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妹。啊嘛，佫一摆甲咱提醒吼，咱的手机啊，会去甲关起来，还是关静音吼，多谢。
上帝啊，你的慈爱何等宝贵！世间人投靠伫你实果的恩惠，因为你殿内的丰富甘甜得到饱足，你也要叫因啉你喜乐江河内面的活水。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三甲来敬拜上帝，请咱起立来吟俄罗的诗，圣诗62首美调。上帝创造天甲地，生成万物，逐项话，请起立来吟全首。若是身体不便，请坐立。请坐，咱三甲额头专心来祈祷。愿伫天的父上帝，愿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万物、掌管万人有的上帝，也是阮活命的主宰、福气的源头、灵魂安歇徛起的所在。伫你所定分别做成的主日，阮当信。正受阮的儿女，搁一摆，用感谢入你圣殿的门，用恶路入你的院，你互阮的心灵的目睭，看见你大阳光灿烂的公义疼痛。原来恶路感谢主，你极大的恩典恩惠，放落甲交托阮心心灵的重担，伫你的面前，悔改安息伫你灵敏平安的心怀中。领受天国大宴席，丰盛活命美娘，各最优宜的样式，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对日出甲日落的所在，拢有万国、万民、万邦、万族，为你主你宝座大声学罗赞美敬拜你。亲爱的主上帝，面对现今武汉肺炎病毒猖狂伫全世界，侪侪国家人民。因无爱学习，挂喙暗，常常洗手的智慧
甲习惯，放纵目的的自由，或者是因为国家产向出题违规，无法度要做暗甲保持社交的距离，直到每日约有700-8千人，无论老的、壮年的、青年，还是囡仔，拢受到病毒的折磨伤害，来失去性命，离开世间。亲人朋友无法度搁见着因，连最后一面也是无法度见着。现今全世界感染肺炎的人有2400几万人，比台湾的人总人数还较济，真互人惊吓。阮伫台湾报道却会通安然徛起，愿深深感谢你的保守看顾。过去的日子内面，你藉着福音、真理、公义，做信仰的实践家，来改变台湾的命运。阮来恳求主带领阮伫以后变化多端，挑战真济，无法度测度的未来，保守带领阮安然经过。因为你的意念悬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你对阮所存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你是有恩典、怜悯甲丰盛主爱的上帝。真爱甜的上帝，今仔日是关怀主日，感谢你关心阮每一个人，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伫主耶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受称做义，领受圣灵甲恩典福气。恳求主每一日将你的话语甲启示，亲像活命的水泉甲美娘来养饲阮、清气阮、改变阮，互阮学习成做圣洁完全的人，亲像你相款。阮来过一摆来少年甲学习谢罗亚士班的精神，就是三听关怀，以及奉切恳传福音的精神。虽然阮袂晓讲道传福音，但是阮会通亲像因相款，参甲做伙行出去关怀人，用诗歌甲生命的经历来分享福音的故事，甲上帝无限的听堂，来回应主耶稣互阮的大使命。阮的祈祷千言万语拢袂完全，独独爱用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参甲做声同心来向你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是给我的脑，业绩日常，愿你是灵力，愿你心存有万，下面我头，今晚要下面我人，对我一起，对我那里爱，因我愿你命中同一手，爱在一起。阿门。接着，咱要用启用的方式来看圣经的经节。咱启用是38篇，伫圣诗后面第57首，第57页，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启，请咱大家来用。启用文第38篇。我设使话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我设使做先知，佮设使有招庇的信，教业来移山。我设使尽所有的来真济。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你乃是够宽容、慈悲，
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人来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善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当对镜得看，雾雾无明。咱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阿免。这粒，咱请国起立来吟圣诗303首，上帝的囝基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真侪。所以咱要请谢罗亚诗班引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献诗，第一是关声欢呼称颂我主，第二条是人物理，请咱同心甲因三甲来学罗。
感谢西罗亚诗班引带咱来敬拜上帝。认捌主耶稣，咱就袂忘误，咱的目睭就金。咱感谢主耶稣伫咱身边，愿一切荣耀归伫咱的上帝。即条咱来共读圣经上帝话，咱有两位的圣经所在，一位是伫马太福音第25章31到40节。现代中文译本是第45页的所在，台语汉译本是第32页的所在。咱用中文译本来读。人子做王，带正天使来临的时，伊会坐伫荣耀的宝座，地上万民拢会聚集伫伊面前。伊会将因分做两边。亲像牧者将绵羊甲山羊分开，甲绵羊安排伫正边，山羊伫倒边。后来王会甲正边的人讲：来，恁才会受我的爸祝福的，来承受对创造宇宙以来就为着恁准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有互我食；我喙焦，恁有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有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有互我穿；我破病，恁有甲我照顾；我伫家内，恁有来探我。迄时义人会应伊讲：主啊，什么时阮看到你枵有互你食，喙焦有互你啉？什么时阮看到你做出外人有甲你收留，赤身裸体有互你穿？什么时阮看到你破病，也是伫家内？阮有去探你，王会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有安尼对待我兄弟姊妹上美细的一个，就是好款待我。后来，王会对倒边的人讲：恁才会受咒诅的人离开我去，入去为着魔鬼甲伊的使者所准备永远的火内面，因为我枵恁无互我食。我喙焦，恁无互我啉；我做出外人，恁无甲我收留；我赤身裸体，恁无互我穿；我破病，也是伫家内，恁无来探我。迄时因嘛会因讲：主啊，什么时阮看到你枵、喙焦、做出外人、赤身裸体、破病，也是伫家内，无甲你照顾？王会甲因讲。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安尼对待上美细的一个，就是无好款待我。这人会受永远的刑罚，总是义人会得到永远的活命。以上第二位的圣经是路加福音书第16章第19到24节。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24节。现代中文译本伫126页的所在，台语汉语本伫90页的所在。咱用中文译本来念来共读。有一个人真好业，伊穿紫色真高贵的衫，逐日奢华宴乐。阁有一个乞食，名叫做列撒罗，规身躯生疮，倒伫迄个好业人的门口。要捡好业人桌顶落落来的油啊、纸机，狗嘛来舔伊的疮。后来，这个乞食死去，天使甲伊带去亚伯拉罕的身躯边，迄个好业人嘛死去，阁埋葬。伊伫阴府受真大的痛苦，抬头看到亚伯拉罕伫远的所在，列撒罗伫伊的身躯边。伊就出声叫：我的主亚伯拉罕，怜悯我，请你找列撒罗用砖头尾温水来，互我的喙舌凉一下。
因为我伫即个肺炎中伫受苦楚。圣经以上，愿上帝祝福，常常读伊的话，照伊的假使去行的人。即粒咱要请杨牧师来传讲信息。你看见了吗？你看见了吗？请咱恭敬来领受。各位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甲引带，互咱可会当伫主日的早起时做伙组织来敬拜伊。伫咱要开始领受伊的话之前，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我要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是出伫你的恩典，出伫你对阮的疼，我会当常常来到你面前，甲你相亲近。主，阮即时要做伙来看你的话，也对你的话伫个提醒甲帮赞，恳求你的信心，甲阮三个伫地，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通明白你所要对阮讲的，也有气力，通将你对阮讲的话，伫阮的生活，伫阮的生命内底行出来，通归因跟伫你。将下暝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引带带领，赐福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咱们特别要做伙来关心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西罗亚这个名是出自约翰福音第9章的一个词哈。西罗亚这3字的意思就是奉差遣，互上帝差遣出去的意思。所以西罗亚诗班这个由4种朋友所组成的诗班，因着愿意互上帝差遣到大家所在去。通过诗歌，通过生命的见证，来分享上帝的疼甲恩典。最近这几冬，西罗亚因服侍的重点放伫逐所在的家乐，我们会当通过将福音的分享、诗歌的分享，将福音的信息带到这个较封闭、较感觉那像无望的所在。通过安尼，我们会当帮助伫内面遮个人会当得到生命的望。咱知4种朋友，因伫生活内底有侪无方便和受限制，要组成一个团队，更加搁较是无简单。因咱知一般的合唱团拢会有一个指挥，但是4种朋友因为因的限制，因无法度看指挥，所以彼此中间迄款的默契，就要用搁较侪时间来练习来配合。4种朋友因嘛无法度看谱，无法度看歌词。所以因的献诗，就要甲全部的歌词旋律拢背起来，所以咱用搁较侪时间来付出。总是我想每一位团员因拢真愿意安尼来付出，因为因知因领受上帝恩典，也着将上帝恩典和搁较侪人来分享。视力也是讲目睭吼，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啦吼。因咱知影，咱对外界接收这信息内底，大概有超过80%是通过咱的目睭来接收，所以若是失明，对咱的生活、对咱各方面拢有真大的无方便。相反，咱属灵的生命的目睭是毋是健康，这嘛真重要。咱是毋是属灵的眼光，会当看见主耶稣爱咱看见的事？什么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爱有的眼光？什么是每一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人真正爱用心去看见的代志？咱接下来就要通过主耶稣所讲，咱拄则所读的2段经文，耶稣所讲的2个譬喻，咱做伙来思考这个真重要的问题。第一个譬喻是绵羊甲山羊的譬喻，这个譬喻是关系最后的审判的一个标准。这个譬喻伫马太福音25章。所以咱通知，伊的背景是伫耶稣服侍的生涯的上界尾段。马太福音到28章就结束，所以25章已经是耶稣服侍的上界尾段。而这真重要的阶段，耶稣用这个譬喻来提醒所有军队伊的人、军队伊的门徒，要安怎会当成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的军队者。这譬喻一开始有讲到绵羊。绵羊咱较常看到哈，伊通常是白色的，当然无拄全部拢是白色，但是大部分拢是白色。伊比山羊搁较有价值，因为绵羊伊毛会当做真好的利用。绵羊一般来讲也较温顺，
所以耶稣伫即个譬如内底，伊用绵羊内底譬如讲，遐愿意顺服伊的教导，愿意去看别人的欠缺甲需要，也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因。即款的温度，耶稣用绵羊来譬如因。耶稣伫即段内底有讲到，咱拄则所读的，耶稣讲伊腰、伊喙焦、伊四界流浪、伊赤身裸体、伊破病、伊坐监。耶稣所讲的这几项代志，拢是当时社会内底上介弱势的人，伊每一日在拄着的代志。即群人会当讲是上介需要帮助的人。耶稣甲咱提醒，要会当承受上帝所为伊备办的国度的人，就是爱会当看见这人的需要，看见这上介弱势的人因的欠缺，相信嘛愿意有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因。即款的人才通承受上帝的国度。和绵羊倒边的，就是咱看到的即个山羊。山羊一般来讲，通常是乌色的较济，伊日时会和绵羊做伙去食草，但是山羊因为伊的毛较短，较会惊寒吼，所以伫暗时的时，山羊就爱入来到室内，安尼较袂去互寒着。所以到暗时的时，即个雇羊的人会将山羊和绵羊来做一个分开，即个就是咱即个譬如的一个背景。耶稣伫遮用山羊来譬如讲，将眼光放伫家己身躯顶，袂晓去看到微细的人的需要，即款的人。耶稣伊嘛佫讲，即款的人无法度承受上帝国，因为即款的人因并无真正认捌上帝的恩典。咱咧看即个譬如的时，我想咱爱真细致吼，因为即个譬如内底讲到两种羊，绵羊和山羊。伊其实拢是已经受竞选，拢是已经跟对耶稣的人。但是咱注意，这两种无共的人，因对待弱势的人的态度无共款，所以直到因最后生命的结局嘛无共款。所以我想，这个譬如要真做咱已经真做基督徒的咱，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认捌上帝了后，咱的生命是毋是有带出一个实际的行动？咱的信仰是毋是互咱的生命真做愿意行动的一个生命？我想这是咱通过这个譬如，咱当深深来思考的。主耶稣伊的服侍，毋是干那伫最后这个阶段，伊才注重这个弱势的人。耶稣伊服侍的一开始，伊有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内底，拍开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来读一段，咱做伙来看这段的经文。这经文伊安尼讲：上帝的灵临到我，因为伊拣选我，爱我送向人传好消息。伊差遣我来宣告：受掠的得讨放，失明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也宣告主拯救伊百姓的喜年。这记载伫路加福音第4章的18到19节。这是耶稣要开始伊的服侍进前，伊所读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真清楚来指出耶稣伊接续整个服侍的一个方向。这段内底，耶稣又讲到送向人，讲到受掠的，讲到失明的，讲到受欺压的。这些人嘛，拄拢是这个社会上上介弱势的人。耶稣伊伫这个世间的服侍，通讲对头到尾，伊拢选择甲上介弱势、上介需要的帮助的人做伙。伊真愿意因伸出关怀接纳伊哋的手，所以咱咧读圣经的时，咱会当看到耶稣含迄个来到井边要抢水的妇人人，耶稣关心伊，耶稣也接纳佮赦免迄位惊奸淫、互掠着的妇人人。耶稣竞选抽象的，抽象普通是无人愿意甲面做伙的人，耶稣竞选抽象的来成做伊的门徒。耶稣也医治有逐款病症的人，所以耶稣的服侍对圣经来看，一直是以弱势者为中心。我想这要真做咱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是咱的教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的信仰、咱的服侍、咱的事工，是掠啥物会最中心？是掠咱家己的需要，也是会当去看见这有需要帮助的人因的欠缺。我想通过这个
譬如要真做咱真重要的提醒。第二，咱要来看向内也是向外。伫最近我也是有机会和久久无见面的朋友同学来见面，真侪人拢会甲我讲一句话，你敢知啥物话？讲最近看起来加真勇哦，吼！恁知即句啥物意思无？就是事实上就是要讲大考啦，吼！但是歹势讲勇较好听啦，吼！你感觉勇和大考有差无？敢有无共款？咱在先来讲，因有共款的所在啦，吼！你变勇和变大考，大概拢会看起来小可较大只小可吼。但是其实事实上，变大只，但是实际上是无共款吼。勇是你吸收的可能足济，但是你嘛有付出，有锻炼，所以你的身躯会足结实，吼，迄叫做勇吼。咱举一个例啦，吼，咱现在看到即个最近上新闻的馆长吼，伊就是足大张但是迄是足勇、足结实吼。大考无啥共款，大考可能是吸收的足济，但是拢无伫消耗，无伫付出吼，所以就一直累积，就会变大考。性命，咱的性命嘛共款，咱的灵命到底是勇壮，还是真大考？这真重要的关键是在于咱是毋是将咱所学习、咱所领受对上帝来的恩典，愿意分享出去。你若愿意分享出去，那你的灵命是成做一个勇壮的灵命。若无，干那领受，干那学真济，吸收真济，那呢咱反省，咱的性命有当时可能会成做一个真大苦的性命。耶稣用财主和猎杀路，咱今日所读的第二个譬如，在提醒所有的门徒，啥物才是健康甲合上帝心意的性命态度。所以咱嘛要通过这个譬如，咱做伙来思考，反省看卖，咱的性命到底是真勇，还是真大苦？这个譬如内底一开始有讲到一个财主，这个财主伊过啥物款的生活圣经有写了真清楚。伊讲每一日拢吃花宴乐，穿真水的衫，食真好的物件，每一日拢有真好的享受。伊对猎杀路有看，那像无看共款。圣经讲猎杀路每一日互人扛来放伫伊的门骹口，放伫伊的桌仔边。但是财主敢有真正看见猎杀路？伊可能是视而不见啦，吼！伫伊面前总是无真正看见，无真正了解伊的需要，无真正付出关心来知影要安怎帮助伊。这是财主的生活。咱若注意看经文真讽刺的一件代志。财主一直到啥物时阵才真正看到猎杀路？咱若看圣经，财主已经死，落到这个阴间，猎杀路嘛死，去到天顶，上帝为伊备办的所在。圣经讲到这个时阵，财主才真正看到猎杀路，看出来猎杀路吼。但是敢会付？圣经讲。时机已经过，因为到这个时阵，你已经无法度去付出什么行动来成做伊的帮助，为时已晚啦，真可惜，猎杀路每一日伫财主的身躯边，财主有做机会，通对伊伸出帮助的手，但是真可惜，财主一直到最后，一直无看见伊，一直到落阴间才看见猎杀路，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含财主倒边的，就是主耶稣伊性命的惊罪。主耶稣伊的性命含财主完全无共款，伊世界去服侍，居无定所，无通有徛起的所在。伊也真愿意为着所有的人来献上伊家己，行牺牲奉献的道路。伊也毋捌求家己的利益，伊总是尽力来分享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看圣经内面，耶稣行过侪新约，到倒一个新约，耶稣是为着家己的利益来行。无，咱若上这一看，无有一个新约，耶稣是为着家己的好处来行的新约。耶稣伊服侍的过程内面，伊总是完全为着这需要的人来服侍，为着所有需要的人来付出。所以耶稣通过这个譬如，得甲咱做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真实的信仰
是爱愿意伫别人的需要顶面来付出行动。这个财主真可惜，伊有能力，伊有最机会会当安尼做，总是伊无安尼做，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抵到伊失去迄个机会。咱若对经文的描述，咱来看，这个财主伊毋那是失去一个做好代志的机会那定，伊其实是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为上帝律法、上帝命令内面真清楚地讲，爱关心对这有需要的人付出行动。这是明明写伫上帝律法内面，所以财主伊无安尼做的时，也抵到失去上帝最的祝福，抵到失落上帝的恩典。所以咱咧看这经文的时，嘛，都爱真做咱一个真好真重要的提醒。真正的信仰，就爱用行动去实践。伫雅各书第2章的15节到17节有一段咱真熟的经文，伊安尼讲。恁中间有兄弟还是姊妹无通穿、无通食，恁煞对因讲平安平安，愿恁穿会少、食会饱，却无提供因所需要的，那安尼有啥物路用？同款信心若无有行为，就是死的。我想这段经文真清楚、真直接甲咱讲，信心一定爱配合咱的行动。一个信心若无行动，那就无影响力。袂当成做其他人的祝福甲帮助。接下我要举一个例来看，一个真正用伊的行动来实践伊的信仰的一个真好的例。咱敢知即个人是啥物人？咱应该看得出来，伊真出名德蕾莎修女我小可来介绍伊一生所做真侪代志咱会当。小可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用行动在实践信仰的人？德蕾莎修女伊伫1910年的8月26日出世所以伊的生日伫几日前咱今日30几日前是伊的生日所以咱侪人可能会收到一个Facebook 啦还是咱内底有一个短文咧介绍德蕾莎修女一生互人真怀念的代志伊真细汉就立志要成做一个修女，要服侍上帝、服侍正人。伊18岁时已经是一个修女，伊就受派到印度这个所在来服侍遐个人伊去到遐了，伊发现当地有一个真严重的情形，就是足侪人经济足歹无人照顾，甚至讲伫迄个濒死的边缘要死无人通照顾所以伫1952年、1952年，伊42岁时，伊就创立一个机构，叫做垂死者之家，要死的人的厝专门在做啥物代志？就是收容甲照顾遐个互人放杀即个囡仔，也是遐特别死无人通照顾的即个老人，即拢是伫因的社会内底上较低贱、上较弱势的人。伊的事工就影响当时的社会，带来真大一个影响力所以伫1979年伊算起来是69岁时，伊就受人提名最后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伊得诺贝尔和平奖得到和平奖的时，就爱去领奖咱知迄是一个做盛大的场合，下面的人。宾馆颁奖较侪人来宾拢是啥物人？拢是有头有面有名声有地位的人因穿的衫啥物款？应该拢真袂歹的衫，真正式的衫啦但是德蕾莎修女伊去领这个奖的时，伊行上台顶，大家看到伊穿一领衫，真旧真普通真破迄领衫价值1块的美金，等于30块的台票咱会问讲，德蕾莎咱换一领较正式的衫安尼无较好为什么？因为伊只有迄领衫，伊无其他的衫伊在服侍其他遮善良人，服侍遮有需要的人，伊嘛是穿即领衫，伊无其他的衫，所以伊就只好穿迄领衫去领即个奖。颁奖了后，下暗拢有一个晚宴会款待遮得奖的人下面做伙食饭当德蕾莎修女伊知影讲。下暗即顿拢开7000块的美金，换咱的台票才得20几万伊知影讲即顿饭爱开7000块的美金，要请135个人才得奖的人会当做伙食饭伊马上提出一个要求，即个主办单位提出一个要求，取消
即个暗顿，从即个钱，互我会当来帮助善乡人哈。伊讲吼，恁7000箍款待135个人食一顿，即个钱若互我会当伫印度这个所在，互15000人食饱一工。哦，所以德蕾莎修女伫遮尔啊重要的场合，伊无袂记得，伊真正看心的，伊真正要服侍的，就是遮个善乡的人。所以伊最后伊也将伊的奖金摕出来帮助遮个善乡的人，甚至将伊的奖牌卖掉，换钱来帮助遮个送乡的人。这就是德蕾莎修女伊用伊的实际行动在回应伊的信仰。回应伊对上帝所领受到的恩典，用这款真实际行动来帮助当地的人。伊这款的行动当然感动真侪人，号召真侪人来加入伊的行动。所以伫过年1980年的时候做一个统计，全世界有超过600个机构在做这款的代志。所有的同工有差不多14万人，所以带出真大影响力。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带来真大一个影响力。伊伫1997年来死去伊的祖国是伫马其顿，迄阵就有一个讨论讲，到底是要互德蕾莎修女等于埋葬伫马其顿伊的祖国，还是要甲伊埋葬伫印度最后决定是留伫印度因为伊的一生。时间一生的快乐，拢贡献予这印度这个所在。所以印度这个国家也为伊来举办这个国葬国葬非常的慎重，非常的尊重伊所付出，伊为印度的人所做的一切。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就爱亲像安尼，当将咱的信仰化作真正行动，成做这个世界，成做更较侪有需要的人的帮助。安尼，咱的信仰、咱的性命，才通真最有影响力的性命。最后咱要做伙来思考，什么是教会本质甲使命？蔡牧师伫讲道内面几若甲咱提醒，教会毋是即间看会到的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互上帝拣选、领受上帝恩典的人的组织。咱的组织叫做教会，但是咱嘛毋通袂记得，咱毋是简单领受上帝恩典定。那么领受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去和别人分享。教会毋是要简单伫咱家己的这个范围内底，咱在享受上帝的恩典，咱在做做的代志定。咱会记得，教会永远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行出去，为着这还未认捌上帝的人，为着这做真弱势需要帮助的人来服务。这才是教会存在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咱的青年教会其实也参与伫侪社会福利的事工顶面，希望通过这事工，通过这参与，会当真做有欠缺和弱势者的帮助，真做因的支持。比如讲，咱有急难救助、急难的救助，真正拄到困难，会当通过咱教会来得到淡薄的帮助，做弱势的教会团体、福利团体。会当通过咱的教会，互因一撮支持，互因的事工会当较顺利来推动。总是我也深深知，咱的教会搁哪做，永远拢无够业，也无有对一日咱会当做甲完全。所以要请咱各位兄弟，当继续关心支持，咱教会所推动逐款的福音、福利这个事工，当通过这个事工，咱会当真做搁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教会是上帝所呼召一群人的组织，所以教会就毋是俱乐部，毋是简单为着要满足什么人的需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互上帝所拣选甲呼召的。所以第一要紧，就是咱爱满足上帝的心意，互上帝来欢喜。安尼，咱要来看，什么是上帝爱咱做，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一段咱真实的经文。伫旧约的先知书米迦书6章的第6到第8节，伊安尼讲：我应该带什么礼物来敬上帝？我应该怎样来敬拜天顶的上帝？我带上较好的小只牛仔来做烧化祭献予伊嘛。上主会欢喜我献上正清洁的公羊，还是真济的油嘛？伊会欢喜我献大囝来替我赎罪嘛？毋是，
上主已经指示咱什么是好，伊要求的是行公义，实行不变的听，谦卑跟对咱的上帝，甲伊三个同行。米迦书这段经文咱真熟，也互咱真清楚的一个提醒，为着弱势者，为着这有需要的人来行公义，关心因的需要，关心因的欠缺，用实际行动来帮助因，这才是会当成做合上帝心意的一件事。所以，拍开咱的目睭，看见咱四周围这人的欠缺需要，我想这是咱行动的第一步。咱若无看见，咱就无法度行动。所以通过今日的分享，望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学习，咱做伙来看咱四周围这需要帮助的人，因的欠缺是甚物，咱会当为因来做甚物。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诗班成立到今年是第31年。因是一群肉体目睭无介方便的视障朋友所组成的。但是因愿意用心灵的目睭，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也愿意通过咱教会对因的支持、对因的帮助，互因会当用行动行出去，到每一个有需要的所在去见证、甲分享上帝的听。所以愿咱也做伙会当来关心、支持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我也要问咱是毋是有看见？有侪人在等待咱伸出扶持的手，互咱会当做伙来关心支持逐款的福音的事工，特别是西罗亚诗班因的事工，为因来奉献，为因来祈祷，会当通过因的服侍，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常常通过你的话来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专恳求你。时时甲阮三个伫地，凡听你的话了后，也有气力将你的话实践出来。互阮的信仰，毋是单单停伫阮的头壳内面，毋是单单伫知影的即个程度。阮的信仰要化作实际行动，关心阮四周围即有需要的人，来帮助因，来将福音好的消息带到因的生命内底，成做因的祝福。主恳求你，亲自来因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也因带领阮的教会，成做一个你所欢喜、你所祝福、你所使用的教会，互阮会当成做更较侪人的祝福甲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杨牧师分享互咱的信息。即条咱要请西罗亚诗班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咱活着要服侍救主。
感谢谢罗阿诗班带咱来吟这首诗，愿这首也正做咱逐人所爱吟的一首诗。这条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圣诗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圣诗317首咱相连的歌，请起立来吟全首。
真济。即粒要来准备奉献，伫个未奉献，但先我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头一摆来到阮中间，甲阮三甲敬拜上帝的人。你若是伫外面无填迄个留名卡，像你伫座位头前有留名卡，会通填咧，因为教互受奉献的执事法官有通来介绍你，来欢迎你。即粒请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上帝，你听阮每一个人常常看顾、扶持、保守、安慰、带领，互阮凡事教业，搁赏赐阮有智慧、机会、信心、听心甲愿望，互相相听，伫主内面有平安福气。阮来到你面前，回应你丰盛的听，甲稳定赏赐。照你所教示，恭敬献上你所赏赐的金钱、时间、才能、听心甲主权，恳求你甘纳真做圣工的路用甲众人的祝福，归荣光伫你的圣名，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这条我来报告，咱来请
请咱来看周报的第4页，咱有几点事重点来报告。第一是本周特别事工，就是咱今仔日是关怀主日，礼拜中为着西罗亚诗班的事工来奉献，恳请兄弟继续为着西罗亚诗班的宣教的事工关怀来到甲奉献，互更较侪人透过西罗亚诗班的诗歌甲见证来认识上帝，得到祝福。第二点就是集体关怀。容许本会会友江林璇兄弟，就是江林文雄、徐立端夫妇的公主，甲李婕妤姊妹，就是李洪泽、陈美仙夫妇的千金，定伫9月初5，即礼拜六上午9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因的全家。第二点。本会潘泽生兄弟的老爸潘文辉兄弟，伫8月25日安息主怀，定伫9月初5拜六顶晡10点，伫台北市立第2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善仪厅举行日念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带到，愿上帝安慰伊族。第三，全教会培灵会时间是伫9月19日拜六顶晡9点40到下晡4点30。主题就是为着上帝去蒙着世界的教会。咱要请中华德堂教会庄孝成牧师来引带咱来做培灵，地点是伫10楼的礼拜堂。费用是每一个人100块，这个包括这个午餐的点心甲工具费吼。咱报名到9月13日礼拜日为止，请咱接合施文会甲谢英英干事。以上报告其他咱请咱家己来过目简单报告一下吼。咱继续咱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牧养的带导。我带先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哈。就今日是咱有特别关心关怀西罗亚诗班的一个主日真多谢咱教会甲咱兄弟姊妹一直以来对西罗亚合唱团西罗亚诗班的一个支持。除了咱伫今日的奉献以外，咱也希望会当搁较侪来帮助西罗亚合唱团，咱会当通过诚做西罗亚之友啦，会当有固定，会当来为因来奉献，来关心这个事工。咱有这个意愿，咱会当找陈美仙干事来做办理。我伫遮来介绍有一位今日和咱做伙做礼拜的姊妹张嘉娜姊妹伫这个所在真欢迎。隔壁是毋是伊的妈妈？是妈妈咱妈妈嘛做伙起立啦因是对屏东教会来嘉娜要来台北工作会固定的真欢迎固定来咱遮聚会了后咱嘛当欢迎到贵宾室咱有同工会进一步接待真欢迎。好感觉今日第一摆无填写着留名卡，和咱做伙聚会兄弟姊妹。若无咱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遮尔大的恩典，互阮伫各方面拢无得到欠缺。主总是阮知，你爱阮会晓和别人来分享。主，阮要恳求你常常将你的话放伫阮的生命内底，诚做阮的提醒。阮常常会当开阮的目睭，看见阮四周围欠缺的人因的需要，会当用实际行动来回应因。主，阮即时也特别将阮所有兄弟姊妹逐款的欠缺需要来交伫你的手，无论是身体软弱有病痛的，恳求你来医治帮赞，也是厝里有拄到亲人的死失，恳求你也亲自来安慰夫妻，将阮的教会也搁一摆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帮助阮。阮伫咧教育明年度的事工的时，这事工会当诚做你所欢喜，诚做你所接纳，会当通过阮做事工，
诚侪福音的出口，诚侪搁较侪人的祝福甲帮赞。佮一概将阮逐项的欠缺需要，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用你丰盛的恩典、慈悲来款待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这条，请咱来吟奉上言圣诗507首，愿光归天父圣父上帝。请咱起立圣诗了，请杨牧师来祝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密道谢恩，强受车肯。